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5月10号，我是木桥执事，很高兴跟大家一同来圣经共读。在圣经共读前，我们先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保守我们昨晚整夜好眠，并赐福我们今早有充足的精神，一同来圣经共读。请你将我们以下共读的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不仅读懂、读明白你的话，更能活出见证你名的生命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一同来共读圣经137篇，圣经诗篇137篇，流亡的以色列人思念锡安。这首诗描述流亡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的情感，这些情感随着诗歌分3部分的进展而随之增强。由于充满文学之美，本诗被视为希伯来文学的杰作。诗人首先提起那些被掳远离家园者的忧伤、怀旧和所感受到的羞辱，接着誓言要永远记住耶路撒冷和锡安山，因为他们是国家和宗教生活的中心。最后，诗人单刀直入谴责以色列的敌人，因为他们把以色列给毁灭了。第一部分分为1到3节。137篇第1节，我们坐在巴比伦河畔，一想起锡安就禁不住哭了。这首诗的背景可以推测，此时大约是发生在主前587年，圣殿圣城已经被毁了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住在加巴鲁河畔，于是追想着锡安，向神倾诉无限的痛苦和悔恨。第2节，在河边的柳树上，我们把竖琴挂了起来。这表示诗人决心抗拒仇敌的命令，拒绝为他们奏乐。柳树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非常普遍的幼发拉底河旁的胡杨树。第3节，俘虏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，折磨我们的人要我们欢愉他们。他们说，来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。这里是指仇敌命令被掳的犹太人要为自己唱歌奏乐，炫耀自己的得胜。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，即是嘲讽神的子民，更是羞辱耶和华神的名。第2部分为4到6节。第4节，身处外邦异国，我们怎能唱颂赞上主的歌？第5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要是我忘了你，愿我的右手枯萎，再也不能弹琴。第6节，我要是不记得你，要是不以耶路撒冷为我最大的喜乐，愿我的舌头僵硬，再也不能唱歌。要知道，在外邦之地唱耶和华的歌是非常不协调的。诗人回顾了耶路撒冷圣城被毁、被掳的情景，他们离乡背井，感觉到无限的哀伤，即便禁不住的哭了。
令诗人更加痛苦的是，来自仇敌，强迫他们要唱锡安的歌，因为这些耶和华的歌只适合在圣殿歌唱，而仇敌却要他们在他们面前歌唱，这真是情何以堪！因此，诗人断然决志，情愿即使右手枯萎，再也不能弹琴；但愿我的舌头僵硬，再也不能唱歌，也不愿神的名受到羞辱。因此，他们保持静默，表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。只等到重新回到耶路撒冷，才继续拾起赞美的琴瑟，来向耶和华献上敬拜和赞美。这对我们的提醒是，神的子民如果一边敬拜歌唱，一边忘记神，不纪念神，再好的音乐技巧也是毫无意义的。当我们用诗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，一定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是陶醉于音乐、歌声、气氛、感觉，还是将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上帝呢？第三部分为7到9节。第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记得以东人的暴行，在耶路撒冷沦陷之日，他们只嚷着拆毁，拆毁，把它夷为平地。第8节，巴比伦啊，你要被毁灭，照着你加给我们的残暴报复你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第9节，抓起你的婴儿，把他们摔在石头上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7到9节提到神的子民要向神发出控告，被告的是以东人和巴比伦人。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近亲，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。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墙被攻的时候，以东人却幸灾乐祸，趁火打劫。这是记载在俄巴底亚书第1章11到14节。他们成为巴比伦的帮凶。这让我们想到，当我们受到外面的环境逼迫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肉体、老我的思想也会起来拆毁我们的信心，拆毁，拆毁，把它夷为平地。上帝对付肉体、老我思想的原则是：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。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。肉体老我的思想总是想要拆毁神的建造，但神是用十字架去拆毁人的肉体老我的思想。虽然以东人和巴比伦人都是神用来管教自己子民的工具，但上帝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残忍的暴行。因此，神在以赛亚书47章第6节谴责他们说：我曾对我的子民发怒，不再把他们当自己的子民。我曾使他们屈服在你权下。你对他们毫无仁慈，对老年人也残酷无情。又在撒迦利亚书1章15节提到：我却对那些想安逸的国家发怒，因为正当我抑制对我子民的怒气时，他们却增加了我子民的痛苦。第8节，照着你加给我们的残暴报复你的人，他是多么有福啊！这是求神的审判临到，因为神应许深渊报应在我。第9节，抓起你的婴儿，
把他们摔在石头上，是古代战争战胜后常有的做法。这种暴行所当得的报应，就是按他们所加给别人的痛苦来回报他们，也就是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。因为神的公义始终是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神事实上早已经在以赛亚书第13章16节预言，他会用马代波斯来刑罚巴比伦。以赛亚书13章16节，他们的婴儿将在他们面前被砍碎，他们的房屋被拆毁，他们的妻子受侮辱。读诗篇137篇，就像读一篇热血沸腾的哀歌，让人无法回避或压抑。他不但抗议仇敌的暴行，也抗议一切罪恶的虚伪。然而，马太福音第5章44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。”这是为他们的得救祷告。罪是有代价的，要平息仇恨和苦毒，一定要有人付出死亡的工价。这工价不是由人来付的，而是由神来付的。而神的回应就是让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来支付这个代价。正如哥罗西书1章20节所记，借着儿子，上帝决定使全宇宙再跟自己和好。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和平，使天地万有再归于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诗篇137篇，让我们明白，你让主耶稣显明你对我们的爱，要我们学习主耶稣如何的爱仇敌，爱人如己。谢谢您的教导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